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Lenten season right now, as today is Ash Wednesday. I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Lent, which is a period of penance, repentance, and renewal. Holy ashes will be given out today in the IHC, or at 1 o'clock to 1:15 p.m.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ether Catholics or non-Catholics, are welcome. 神父、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 Catholic Association 嘅會長江思維。細心嘅各位，若然翻閱過學校嘅日曆，都應該會知道今日正正就係 Ash Wednesday 聖灰日，亦即係四旬期嘅開始。而對於非教友嘅同學嚟講，相信會比較陌生；而對於一啲非教友嘅中一同學仔，仲可能更加係第一次接觸添。而事實上，四旬期係復活節前40日嘅準備期。而喺呢段期間，我哋係會藉住對罪惡、不義同自私嘅決絕，充分咁樣分享基督嘅死亡以及復活。而四旬期亦係我哋喺基督內尋求革新、與主與人修好嘅特別時刻。所以我哋係應該要藉住四旬期去活出克己嘅精神，以潔淨自己，迎接復活節嘅來臨。而接下落嚟，在座各位嘅問題係應該要問：究竟我哋如何去實踐克己嘅精神呢？我相信今年 CA 嘅主題 Appreciate Life, Inspire Lives 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適合嘅答案。要認清自己嘅不足，係應該先從留意生活嘅細節開始，學會細心嘅觀察，我哋就可以從中得到體會，並察覺到我哋珍重嘅事物，從而學會去珍惜。當好多人話，只有我哋失去過，先會更加懂得去珍惜。但在座各位，問題係究竟係咪要等到所有嘢、一切都要喺我哋失去嘅時候，我哋先會意識到當中嘅價值呢？父母對我哋嘅愛，同朋友歡聚嘅時光，上課嘅日子，溫飽嘅每一刻，喺屋企裏邊所擁有嘅一切東西，呢度所有嘅嘢都並非必然。其實本身大家都會明白，但問題係我哋好多時候都忽略行動去感激同埋去表達自己對呢一切嘅愛。正正係因為我哋嘅心好多時候都只係埋沒喺自身嘅事情同問題裏邊，以致無法傾聽同意識他人嘅需要，冷漠咁樣回應身邊嘅事物。假如我哋真真正正明白到他人嘅需要，我哋係唔單止需要喺言語上邊善意嘅許諾，更加係應該給予誠意，以行動去表現出嚟，並透過自身嘅啟發去幫助同光照更加多嘅人去跟隨大家嘅做法。而配合住呢一項理念，今年 Catholic Association 都希望透過四旬期舉辦各項嘅活動，令到大家能夠體會更加多，從而去實踐克己嘅精神，做到與主與人修好。而喺稍後嘅時間，我哋 Catholic Association 嘅各個代表亦都會為大家介紹各項嘅活動。而家喺呢個時候，就都讓大家都能夠收拾心神，準備接下落嚟嘅聖道禮。各位同學，多謝 CA 嘅會長啦，介紹咗今日我哋 Assembly 嘅主題。咁依家讓我哋靜一靜，做一個祈禱。天主，喺個四旬期嘅開始，求你賜俾我哋去學從善嘅力量，幫助我哋藉着克己守齋、祈禱悔罪，可能戰勝邪惡嘅勢力，
不斷咁歸向你。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們。咁我哋依家請同學讀一篇聖經。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希伯來人書。所以，弟兄們，我們既然懷着大膽的信心，靠着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殿，即由他給我們開創的一條又新又活，通過帳幔，即他肉身的道路。而且，我們既然又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偉大司祭，我們就應在洗淨心靈、脱離邪僻的良心和用淨水洗滌身體以後，懷着真誠的心，以完備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應該堅持所明忍的望德，毫不動搖，因為應許的那位是忠信的。也應該彼此關懷，激發愛德，勉勵行善，決不離棄我們的集會，就像一些人所習慣行的，反而應彼此勸勉。你們見那日子越近，就越該如此。上主的話。咁各位同學，剛才頭先同學提到四旬期 The Season of Lent， 咁都讓我喺呢度向大家介紹一下四旬期為我哋信徒嚟講嘅意義係乜嘢。今日為天主教徒嚟講啦，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從今日開始就係四旬期。四旬期係復活節前40日嘅準備期，信徒藉着祈禱啦、守齋啦、愛德嘅服務啦，更新自己嘅心靈，好好準備咁樣慶祝耶穌嘅死亡同埋復活嘅。我哋咁樣做，因為我哋深深感受到耶穌所講所做一切都令我哋感動。佢嚟到世界上，雖然係天主嘅兒子，但係佢為愛我哋而交出咗自己嘅性命，死喺十字架上邊。但係天主卻使佢從死者中復活，證明佢係可以克服罪惡、戰勝死亡。就係耶穌嘅愛感動我哋，所以我哋願意接受洗禮。藉著洗禮，我哋同耶穌一起死於罪惡，並同佢一齊復活，生活喺佢俾我哋新嘅生命裏邊。所以為信徒嚟講，每年嘅復活節就係一年中最重要嘅節日。所以喺呢個節日前嘅四旬期裏邊，我哋要好好咁樣準備。點樣準備呢？藉著我哋嘅祈禱啦、閱讀聖經啦、參與彌撒啦、領受聖事啦，我哋增加我哋對耶穌嘅認識，從而加深我哋嘅信德。藉著守齋啦，我哋克制自己嘅意願，讓我哋能夠更自由、更全心全意咁樣去回應、去追隨耶穌。守齋
就係除咗唔食動物嘅肉之外，亦都包括咗唔食飽一餐啦。其他相似守差嘅行動，可以係少食啲零食啦，減少打機啦，減少去睇電視啦。喺今日四旬期嘅開始，天主教徒就會守齋啦。咁亦都領受聖灰啦，表示我哋願意悔改，咁從而更加好咁追隨耶穌嘅。所以點解今日都稱為係聖灰星期三 Ash Wednesday？ 我哋藉內心嘅改變，都讓我哋多啲關心我哋周圍嘅人。所以我哋藉著愛德嘅服務啦，我哋互相關懷，彼此守望，互相包容，彼此寬恕。我哋咁樣做，因為天主首先愛咗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只係以愛還愛去回報佢嘅愛。咁所以，當我哋見到有需要嘅兄弟姊妹嘅時候，讓我哋唔好以事不關己，便唔再關心佢哋。正如我頭先提過，我哋大家都係天主嘅子女，大家都係天主所創造嘅，所鍾愛嘅，所以我哋大家都係兄弟姊妹。所以信徒喺呢個四旬期裏邊，特別藉着祈禱啦、閱讀聖經啦、藉着守齋同克己嘅功夫啦、藉着愛德嘅服務啦，我哋激發我哋嘅信德啦、望德啦同埋愛德嘅，咁樣讓我哋能夠勉力行善，一起成聖，走向生命嘅圓滿，讓大家得到生命嘅圓滿，呢個都係我哋教育嘅願景。咁所以今年嘅四旬期裏邊，CA 嘅同學舉辦咗不同嘅活動，歡迎大家參加。希望藉着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你都可以體驗到天主對我哋每一個人嘅愛，讓我哋都能夠得到充生命嘅圓滿。咁我哋依家就會請同學介紹不同嘅活動。各位同學大家好。咦，李卓龍，你知唔知 CA 今年搞咗好多活動啊？吓 CA 年年都搞咁多活動㗎啦，全部啲活動都係自己攞苦嚟辛嘅。嗱，呢啲就唔係自己攞苦嚟辛，呢啲就係克己啦。吓？克己？咩嚟㗎？嗱，克己呢，就係我哋嘅生活要過得自律啲，做一啲我哋平時唔會做嘅嘢，過得刻苦啲，從而咧令到自己有啲得着。係咪即係好似之前饑饉午餐同埋7天貧窮體驗啊？冇錯啦，我哋 CA 今年咧都會搞翻呢兩個活動㗎喎。等等先，咁克己可以有啲咩得着啊？就以饑饉午餐為例啊，我哋經過一個好肚餓嘅 lunch time 之後呢，我哋就會能夠學識到珍惜食物同埋身邊嘅所有嘢。咁7天貧窮體驗呢？嗱，今年嘅7天貧窮體驗呢，就能夠令我哋透過模仿一啲低收入人士嘅生活，令我哋體會到佢哋嘅生活係幾辛苦，亦都明白到我哋其實係好幸福㗎喎。吓？咁我哋明白完之後，咁又點啊？明白咗之後，梗係多謝一啲為我哋生活付出過、服務過同埋陪伴我哋成長嘅人啦。咁咪可以活出我哋 CA 今年嘅 theme Appreciate Life, Inspire Life 呢？當然啦，不如你試下參加饑饉午餐同埋7天貧窮體驗啦，包你有得着。咦？點參加㗎？點係咪要填 form 㗎？幾時㗎？幾點㗎？
喺邊度搞㗎？做啲咩㗎？冷靜啲，冷靜啲。嗱，我逐樣介紹俾你聽啊。首先呢，今日呢，我哋會喺 lunch 喺 IHC 呢就有機緊午餐喎。報名表呢就貼咗喺大家嘅壁報啦，之前。咁呢，如果你今日真係好想參加呢個活動嘅話呢，我哋都隨時歡迎 walk in 嘅喎。至於7天貧窮體驗呢，我哋都喺較早前喺 Form 1 to Form 5呢就派咗通告。我哋會喺今個禮拜五2月24號喺 lunch 就會有個簡介會。之後個活動呢，就會喺2月27號至3月4號舉行啦。等等先，我聽唔清楚，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喺邊日啊？係下個禮拜一2月27號至到下禮拜日3月4號。嗱，參加者呢，就要用450蚊去過一個禮拜喎。我哋呢，就會喺3月1號喺 lunch 喺 IHC 呢，就有個中期檢討。而呢個活動完咗之後，3月5號 lunch 亦都會喺 IHC 呢就有個活動總結嘅喎。你哋記得晒啲日期未啊？其實呢，你講得咁快，我聽唔清楚啊。其實我都預咗㗎啦，不如大家一陣完咗去周圍睇下我哋貼咗嘅 poster 啦。哦，好啦。喂，Jonathan，輪到我哋咯喂，係啊，點啊，Boris？喎！你知唔知我哋今年4傳期會有啲咩活動呢？咪都係嗰啲咁即係邊啲啊？基近餐咁咯，都冇嚟新意嘅。今年就有啲新意啦。有咩咁新鮮？你有冇留意到我哋斜佬隔離嗰幅牆呢？有甩晒色咁，好核突喎！冇錯啦，就係因為佢甩晒色，今年我哋 CA 呢就會舉辦一個活動去翻新呢埲牆嘅喎。啊，你都蠢唔晒，仲諗住 fix 下你？唉，係啦，今次呢一埲牆呢，我哋就係希望可以同學去到付出同埋服務，去到潔淨我哋嘅心靈。而翻新呢一埲牆呢，就好似去舊迎新、去除舊我咁嘅意思。哇，好好喎，完全配合我哋今年 CA 嘅主題喎。Appreciate life, inspire lives。冇錯啦，呢個活動呢就會喺3月16號同17號舉行。有興趣嘅同學呢，可以嚟 5W 揾我 Boris 或者 5H 揾 Jonathan。大家好，我係明愛籌款運動嘅義工代表。相信大家都仲有印象，喺舊年嘅10月，我哋同各位宣傳，希望同學踴躍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務求令到11月頭喺維園舉行嘅明愛默默會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但係如果一年先有一次明愛默默會，咁又點會有足夠嘅資源去接觸到、幫助到咁多有需要幫助嘅人呢？所以明愛同天主一樣，從來都冇間斷過咁為天主嘅愛去作證，去幫助人。而喺呢個4旬期，我哋亦同往年一樣，同明愛一齊，以行動活出我哋對他人嘅愛。由呢個星期5開始，每個星期3同埋5，各班嘅班長都會由我哋手中收到旗袋，班長就會帶返班房，等同學自由捐獻。喺放學嘅時候我哋亦都會有代表嚟到收返旗袋。教員室亦都會放有捐款箱，等教職員捐款。其實只要大家每日做少少事，犧牲少少，可能係食少一杯雪糕，飲少一杯汽水，慢慢加起嚟已經可以幫助到好多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藉着呢個4旬期，反省自己所擁有、所冇珍惜嘅、所浪費嘅，透過克己嘅行動更新自己，將平時花費喺不必要嘅事情上面嘅金錢，無論多或者少，都拎出嚟，等有需要嘅人分享，等更加多嘅人可以感受到天主嘅愛，我哋嘅愛，以成聖自己，聖化他人。神父、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我要喺呢度介紹就係逾越之旅嘅活動。今次嘅活動會喺3月31號2點至7點半喺學校嘅範圍舉行。今次嘅活動主題就係
喺天主面前洗滌心靈，重新建立一個善良嘅自我。大家又記唔記得逾越節嘅來源同埋佢嘅意義呢？當年天主為咗令埃及法老釋放以色列人，向埃及嘅人民降下咗10災，其中第10災就係殺長子。為免天主派遣嘅使者錯殺以色列人當中嘅長子，天主就要求以色列人食逾越節晚餐，將羊血塗喺門框上面。當天主嘅使者見到羊血，便就唔會入去屋殺錯長子。第10災之後，天主就帶咗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帶領佢哋去到天主所賜俾佢哋嘅地方。而逾越節就係為咗當時紀念天主救贖佢哋，幫助佢哋離開埃及嘅事蹟。時至今日，雖然我哋仲會記得逾越節晚餐嘅傳統，但係我哋又會唔會記得天主對佢嘅子民或者對我哋嘅救贖呢？當以色列人受到埃及人嘅逼壓而為奴嘅時候，天主就冇袖手旁觀，而係努力咁樣拯救以色列人，最後仲可以帶佢哋離開埃及，脫離被逼壓嘅生活。對於活在當下嘅我哋嚟講，我哋唔應該心存僥倖咁樣等住天主嘅救贖，而係要由我哋自己踏出第一步，就係洗滌心靈，付出自己所擁有嘅，讓天主嘅關懷同埋幫助能夠降臨喺我哋身上。當年埃及為奴嘅以色列人，每日都過住貧困嘅生活，左人對佢哋嚟講係絕對係一個好大嘅付出，但係因為咁樣嘅付出，佢哋先得到天主嘅救贖。藉着今次嘅活動，我希望可以給予大家一個機會去洗滌心靈，同埋付出一切，以接受天主嘅救贖，重新建立一個善良嘅自我，為他人同埋自己締造一個更美好嘅生活。最後，我希望大家踴躍參與3月31號2點至7點半嘅逾越之旅。多謝。可能各位同學都唔知道咩嘢叫拜苦路啦。其實咧，拜苦路咧係耶穌俾比拉多即係總督審判耶穌為死罪，一步一步咁樣向住十字架嘅方向走過去。我哋咧就藉住拜苦路反省自己嘅過失，感受耶穌喺每一處所承受嘅痛苦，實踐耶穌嘅愛。拜苦路咧，呢個活動咧就喺逢星期五 lunch time 1:4開始嘅，歡迎大家一齊去行呢一條充滿希望嘅路啦。而修和聖事呢，係天主教嘅傳統，以自己嘅意願向天主承認自己喺上一次修和聖事至今所犯下嘅罪，希望喺4旬期期間與天主修好佢哋兩個嘅關係啦，整潔自己嘅心靈，迎接耶穌嘅死亡同復活啦。而修和聖事嘅活動就喺3月14號第7、第8堂喺聖堂有個悔罪禮之後，會有神父去告明嘅，希望各位天主教嘅同學參加。咁我係負責講翻個 poster 嘅，咁呢個 poster 係 refer 翻我哋 CA 今年嘅 theme Appreciate Life, Inspire Life。咁我哋整呢個 poster 嘅最主要原因係想各位反思下，我哋生活中有冇啲嘢係忽略咗嘅。咁加上4旬期嘅關係，我哋都可以諗下，呢啲人為我哋犧牲做咗好多嘢，我哋又
應該點樣去多謝佢哋呢？咁我哋多謝頭先咁多位同學為我哋介紹咗喺四旬期裏邊所舉辦嘅活動。咁都希望同學多多參與啦。咁喺呢個時刻，讓我哋為有需要嘅人嚟到祈禱。而家係信友禱文，信友禱文嘅答句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所有家庭祈禱，求主恩賜所有家庭能夠藉着四旬期，可以重新審視家庭嘅核心價值，各個成員都能夠彼此相愛。身為父母，能夠以身作則，悉心教導子女；作為子女，亦都能夠坦誠同父母溝通。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整個學校團體祈禱，求天主賜俾我哋每一個人一顆智慧嘅心，去實踐天主愛人如己嘅誡命，主動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等佢哋可以體驗到上主嘅臨在。為此，我哋同聲祈禱。而家請大家靜默片刻，為各人心中嘅意願向上主祈禱。為此，我哋同聲祈禱。而家都有請大家都能夠收拾心神，去準備自己，去用一篇我哋學校嘅結束祈禱，結束今日嘅聖道禮。主，今天請與我在一起，幫助我盡我的本分。上課時請與我在一起，無論什麼困難的工作，我也盡力完成。競賽時請與我在一起，不論勝負，我要保持公正，勝了不驕傲，負了不找藉口。娛樂時請與我在一起，從你的恩寵中得到歡樂，得到與眾同樂，並且使我永不藉住你的賜予去欺凌別人。在家時請與我在一起，使我常保持一顆善良的心，處處為他人着想，設法減輕他人嘅負擔。在路上請與我在一起，使我能替我的學校、為我愛的人及自己爭光。主，請幫助我做一個你喜歡的人。在失望與痛苦中，請與我在一起，使我充滿信心、勇氣和力量，承受一切苦痛，克服一切困難。我因你的愛向你祈求，啱嘛？各位同學喺結束呢次祈禱嘅聚會嘅時候，讓我哋一齊接受天主嘅祝福。願主與你們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